下来呢，先有请我们远道来青海艺术周三江源服装艺术团的老师们，请先登上舞台。我们先献上洁白的哈达，代表我们对热烈和对诚挚的欢迎。下面呢是宝宝。我们最崇拜的艺术的艺舞朋友们，文艺馆的老师们，献上我们最真诚的哈达，代表欢迎他们的光临指导，感谢他们。我们海南是海拔最低的，然后向海拔最高的地方，艺术向上洁白的哈达，祝大家幸福吉祥，祝我们所有在场的歌友们以后喜欢歌唱的道路上锻炼身体，开心快乐。这次我们大家都很荣幸，向我们艺术团的老师们交流学习，这是多少歌友们梦寐以求的时刻。那个视频，我们所有的摄像的稍微配一下，让他们专业的摄像在台上，大家也有个自信嘛。那各位摄像老师，麻烦您从以下的看点来，今天统一，我们也是给大家能直接让你们这些人在这真正的影像，好吧？这个手机拍的是大家你这边下面影像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此刻我们来到这边是来自青海艺术周三江源非遗歌舞艺术团，在我旁边的是我们艺术周文体旅游团队结束指导骆指导，然后现在我让骆指导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队员的这个成型，队员的这些概况来介绍一下。好的，上台一下的各位老师、各位工作爱好者，大家好。我们是来自青海艺术三江源非遗歌舞艺术团的演员们。我首先在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给老师们，然后呢，工作爱好者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，也可以说是演员真容吧。首先，这位老师呢，就是他叫扎西昂将，也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遗舞的代表性传承人。而且这次我们临过来的演员，总共我们艺术遗舞分的也分这个通天河、左岸和右岸。平时老师们跳锅庄遗舞的时候，这里有些细节上的问题，这里很少注意。然后呢，我们演员们到这里了以后，老师们可以细致，包括他们的抬腿，包括他们的回手，包括动作上的每一个细节，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差距。而且呢，在张兰老师的带领下，也可以说是我们艺术现在这个遗舞可以说是走出了艺术，可以说走向了世界。紧接着这位演员呢，就是我们网络上被称为干预菜菜，
包括抖音，包括快手平台，都能找到。它是典型的代表通天河左岸的，也可以说是标准的咱们义务工作的传承人。还有这位呢，就是我们的叫这个资深江说，他的这个舞姿呢，就是英俊潇洒，特别能体现康巴年轻人的这种风格。我就代表性的就介绍，一一不介绍了这位就是我们叫森哥，网络上面被称为格萨尔广场的白衣哥，网红义舞的这个表演者森哥，他也是偏向于我们现代的，现代的这个义舞动作，因为传统和现代怎么分了，老师们也肯定知道，我们传统的有些动作很有讲究，包括拉萨的这个对比龙马一样。包括他的手势不去过这个礼貌感包括我们玉树的义舞也是，之前我们传统的跳法，他的这个女的跳舞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手不能过于头，而且呢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的文化就是交流、交往、交融，在传承中发展，发展中传承。我们玉树义舞呢，就是也可以说是很好的以艺术美的形式去呈现吧，这也。都不是咱说了很传统，好像是固定式的，不是那种。然后呢，我们好，这位老师们肯定听说过，还有我们比较出名的有民间这个艺术团，叫通天河艺术团。通天河艺术团，它原本也是代表通天河左岸的。之前呢，就是通天河艺术团的领舞，他就可能当了10几年，包括我们的台山老师、资深讲师也是。通天河艺术团里面顶级的这个舞蹈演员，我们这次叫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的领队演员，他也代表这个，老师们有听过拉布活动，他是典型的拉布级的这个舞蹈。从他的这个从艺经验吧，肯定就是代表成都县参加无数次这个大的中心的这个活动，而且这领舞的时间在15年以上。这位是典型的通天河右岸的代表，也是我们称为节骨玉树他的一个也可以说是玉树最棒的一个领舞，叫这个追音。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现代牌的吧，也是新盛牌，你看可以这么叫，不能说现代牌，新盛牌。像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次最小的年龄只有16岁，像这个的话呢，就是21岁。他们就是偏向于我们义舞的现代的跳法，包括腰的弯度、腿部的曲度，各个方面。老师不是网络上有个说法嘛，细品每个演员的这个动作，包括其实仔细听看，你能看出这个一些区别。不然的话，其他的看过来了以后，好像玉树义舞真大锅壮，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是艺术细节上面，包括真的它的这个腿部跨度是比我们玉树的义舞肯定要比较大的。其他的那方面艺术细致，包括它的刺了，包括它的这个对称了，都是一样。然后呢，这次我们主要过来推荐这个玉树的文化艺术和这个生态畜牧业。然后我们的7月10号呢，在玉树企业的公立7月10号，我们预告了7月10号玉树举办第2届全国锅庄舞大赛。然后7月25号是我们玉树传统的赛马节，初步定位8月17号是。有全国的这个山歌声剑在玉树举办，届时了，欢迎在座的成都的朋友们、锅庄爱好者、老师们，欢迎你们到江源玉树，掌声来！今天呢，我们要展现的这束舞蹈呢，就是我们玉树也可以说是近期有我们创作的一个新的义舞，它的名字呢，我们通过趣味叫舞网，因为我们的。张老师成为玉树的舞网嘛，然后呢，就是也可以说是首次在这面公开就是表演，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节目呢，就是这个舞网，在张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的演员们就是这个表演嘛所有的咱们这么回事啊，因为大家想拍摄都在最底下拍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跳舞的话，你给演员们给极大的空间，咱们尽可能谁都不上这个台阶，给这些老人配合一下。然后咱们所有的演员，咱们先去准备一下，我们音乐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音乐对那个声音。大家好，两个声音唱好听了吗？然后在这边也说一声，大家除了这里可以欣赏我们的舞蹈以外，今天和明天都在这个环球中心，可以这边体验我们的非遗文化，体验我们的这个艺术的农创产品。大家也欢迎来到这个环球中心，这边有我们的艺术一个点。
那我们都到下面了，大家往后点，咱们都到下面来。